后来坐这个手扶梯嘛要真注意。台南一个80岁太太伫百货公司坐手扶梯，因为打了无在，一个挡下砖摔落，这项代志大条，他无去互手扶梯架入去。加在现场人员马上入这个紧急的开关，这个手扶梯遂停落来。这个头壳有裂一个1公分长的空喙，送病院治疗已经无要紧了。头部受伤80岁老太太送入救护车，看起来真虚弱，紧急送往病院。意外发生伫2日下晡，老太太甲厝内人到一间台南百货公司坐手扶梯的时阵，徛无在，全绊倒，疑似头门扣手扶梯架入去。现场的人员发现，赶紧去紧急开关。他的外伤就是在左边这边，头部左边这边的一个1公分的撕裂伤。护理人员将伊的头刺咧做初步急救，消防人员到位发现伊头部1公分的裂伤，骹肉嘛有受伤，好加在治疗了后无生命危险。摔到就磕到，可是绝对没有头发剪进去。万一有人在手扶梯上发生意外，我们第一个动作是先关掉手扶梯，好，然后通知我们的医护人员以及报警。因为手扶梯受伤的案例经常发生，提醒民众要特别注意，这一站上难碰的所在，夹掉鞋啊、长裙，尽量避免穿像呢鞋、浅拖，材质较软，容易夹咧。拖涂骹的长裙，这细裤管带嘛有可能会夹入去。年岁较大的人，或者拖行李，或者是囡仔车，会使改坐电梯，比较较安全。